你看，程式就是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的，实名制那个手机程式 APP， 扫描 QR Code， 已经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安装，然后你看放在手机屏幕右下方了，就这个图啊，扫描 QR Code， 跑到超商要缴手机费用，到公共场所要扫 QR Code。对准那个图案，然后按这个按键，它就会扫描。扫描以后就出现这个字了。这个简讯是这个实名制用的，限防疫目的使用。然后按右下角那个三角形，操作实名制，扫描 QR Code， 可以从这个下载安装图，搜图在手机屏幕右下方。这个是小米手机啊，一点按了就可以这个一点按了，按一下你看，然后就可以扫描了。要对准哦，要对准哦。要对准，要对准，像这样，按进去就要对准那个图。然后就会出现这些简讯，然后再按那个右下角那个箭头送出去，这样就是实名制了。